教育部按算伫3月要公布各中高中上课时间的新规范，不过已经有学校废除早自修和调会。即阵台北的上山高中也调整，予学生免伫咧8点10分进前到学校，颠倒是用鼓励方式，希望学生囡仔会当参加调会，来参加调会会当低调爱校服务和记过。 到底敢要取消早自修，或者是调会？最近引起讨论。台北市立成功高中经过校务会议讨论了后，决定拢取消。学生8点10分进前到学校就会当。即马台北市立松山高中经过讨论，也调整上课时间，拜一甲拜五2天8点10分进前到，其他3天7点40分进前到。而且鼓励学生参加调会，会当拄爱校服务，也会当消警告。3月份正式实施。其实本来大家意见无啥共款，但是阮有伫校务会有讨论讲政策法令的改变，咱会使去讨论。只要会使互学生啊学习的状况愈来愈好，咱来拍拼努力安尼。学校内底一定要有重视啦，那用安尼鼓励学生来参加，那当然是学生一定嘛会使认同啊，学校嘛会使认同，基本上就是会安尼行。 教育局表示尊重学校校务会议甲民主定数的决定，民间团体是肯定学校和学生囡仔自由运用第一节课进前的时间。不过有完全中学的校长表示，国中甲高中到学校的时间无统一，老师歹管，也可能产生安全问题。有的学生也较早来，也较早来嘛是伫教室咧参加迄个自主学习啦哈，无老师的时阵，学校的。 行政人员佫无啥教，所以这个时阵就会造成学生安全的问题。废除以后，足侪学生嘛是提早来，即马有足侪微课程社团，足侪安排爱学生家己的时间。教育部预计3月份会公布新的国中甲高中作息规范。台北市教育局表示会尊重中央，再过来因应做调整。记者阿明金正派文台北报道。